hello hello，喂喂喂，hello hello，喂喂喂，好，個聲音非常之好，應該我諗今次嘅聲音會比較好噶啦。咁啊，我哋等10:05啦，我哋準備多少少嘢先，咁啊一陣間再同大家見面。咁啊，今日大家有冇去到呢個深圳地鐵通車？咁啊，都可以喺下邊留言講下，大家嘅感覺啦。因為今日深圳地鐵都好似通咗好多條線，雖然我就未去到。又係12月28號通車嗰啲。喂，hello 啊，Angel，hello。咁今日嘅題目就比較係轉咗少少啊。咁啊，我其實都諗咗一排，到底好冇轉呢？因為就今季嘅調圖咧就比較特別啲，咁啊真係咧會係多少少嘅轉變化，咁啊無論車次啦，跟住走線啊，呢個嘅車型啦，都係重大變化，咁所以咧就決定咧喺27號夜晚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出咗個通告啦，就話今日嘅直播咧就會改少少嘅流程，然之後咧1月11號嘅時候咧就會係用翻平時調圖嗰個嘅流程啦，咁啊同大家喺度再快速咁樣講下嗰個通告係點啦，可能有啲人未睇嘅。咁啊，其實咧就係話喺今日啦，就會係講咧呢一個嘅G1到 G5次高鐵嗰個車次嘅總體安排。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喺京滬同埋京廣高鐵咧，其實咧係有好多100以下嘅車次嘅。咁但係咧，經過今個調圖之後咧，就似乎咧有一個好大嘅改動啊！咁啊，G1到 G1次咧就全部去晒京滬高鐵，咁啊跟住咧即係101去到500咧都有好多嘅改變嘅。咁啊，然之後咧就會今日咧就會係再講埋咧近期開通嘅汕高鐵啦，即係汕頭南去到汕頭嘅一個聯絡線。然之後咧廣湛高鐵啦，咁啊亦都係近期開通啦，就喺白雲站係去呢一個湛江北嘅。然之後咧就會係講下2026年啦，我自己啊對香港西九龍咧其實有啲咩嘅新線嘅一啲預測啦。咁同埋咧最後咧就同大家講下咧。其實咧，香港嗰個嘅華號嘅班次咧會進一步減少噶啦，而且咧，上海去到紅磡嘅 Z99-18次咧，就會喺下一次嘅調圖，即係第一季嘅調圖咧，就係轉做呢一個嘅垃圾桶啊。咁啊，然之後咧就喺1月11號嘅時候咧，就會係同大家講下呢一個調圖咧整體嘅時間表，詳細咁樣係講啦。點解我會揀1月11號先講咧？就係因為咧嗰一日其實係呢一個嘅調圖嘅一個車票嘅售賣日啊，以而家得到嘅消息嚟講，咁啊。呢一個嘅消息咧，就即係比我想象中咧，就係嚟得遲一啲。咁啊，正常嚟講，第一季嘅調圖咧，就喺1月10號左右嘅時候咧，就應該要係實施噶啦。咁但係咧，今年咧就可以今年就係要咩啊？嗰個調圖咧要去到26號先至開始咧，就會比較耐少少啦。
咁啊，最後咧就同大家講埋，即係1月11號咧就會同大家講埋呢個捕速班次啦，同埋同大家再傾偈嘅，咁樣就係咁啦，個直播。好啦，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我哋今日嘅話題。咁啊，第一部分咧就當然係講下呢一個車次嘅安排啦。咁啊，呢一個嘅車次安排咧就係首先咧講下呢個京滬高鐵啦，就當然係1到18啊。咁係當中咧1到35咧就係呢個京滬嘅本線啦。咁就係呢一個嘅上行咧就會係2到34啦，跟住下行就係1至35。咁啊，當然啦，就係單數同埋雙數嘅分別。咁啊，京滬本線就當然係由北京啦，係去到上海呢一個嘅位置。咁啊，傳聞中啊，點解要將呢一個嘅京滬高鐵咧就係轉到1至18咧？就係咧係希望咧想將呢一個嘅 CR48之後咧係同350嘅，即係 CR48同埋450嘅系列列車咧就會係一齊開出呢個標杆車，咁就會有兩個等級嘅標杆車嘅。咁就未來嘅時候咧，就大家可能咧係會達到兩款唔同嘅時間，但係咧都係快車嘅一個情況。咁啊，CR450咧，距離呢一個嘅啟用咧，都應該係相信唔會太遠嘅時候啦。誒、所以大家希望咧就可以期待一下啦。咁我諗咧就喺下年嘅即係2026年嘅秋季咧就會係通車啦。咁啊，而家詳細講下啦。咁啊，頭先咧就係講咗1至35咧，就係呢一個上海到北京嘅一啲標杆車啦。咁啊，跟住咧就係35到50咧，就係浙江嘅位置，係去到呢一個北京嘅。咁包括呢一個嘅杭州啦、溫州啦同埋寧波嘅。咁另外咧就係51到58咧，就係安徽去到呢一個嘅北京嘅。咁當中咧合肥咧有2.5對啦，跟住57咧就係冇號碼嘅。然之後咧蕪湖咧就會有一個嘅班次。咁跟住咧就係江蘇去北京啦，咁就係65、66同埋68嘅。咁啊，當中咧南京就會有一對嘅車咧，就係 G65、66啦。然之後咧鹽城咧就會有一對，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咧呢一對嘅班次咧就係個 number 奇怪啲啊，係 G68同埋797呢個班次可能有啲改動啊，即係跟住1月11號嗰日先知道係咪真係咁樣啦。即係個 number 又比較搞笑啲啊，即係喺呢一個京滬高鐵嗰陣時就係個 number 就低過100啦，但係去到呢一個嘅出翻去之後咧就變咗797啊，個 number 轉得比較快。跟住咧就係69至74啦，就係呢一個青島去北京嘅。然之後咧75到78咧就係濟南去上海。咁啊，當中咧濟南東咧就係始發啦，就開翻一對嘅車嘅。咁然之後咧就係G79到86啦，就係由鄭州去上海嘅。咁又會有兩段啦，即係兩對嘅列車啦。咁然之後咧福州去到北京咧就係有 G87、88嘅。西安去上海咧就係 G89到96。咁啊有1.5對嘅車咧係開行嘅。然之後咧 G97、G18，即係 G97去到 G18咧就係由長春開到去上海，咁就係由呢一個 G121次列車咧係改為呢一個 G97 次嘅。咁頭100次嘅車次咧就係咁啦。咁啊，其實就都係算係合理嘅，但係只係得鹽城嗰班車我唔知點解就嗰個 number 就奇怪咗啲啊！而家得到嘅消息，咁就可能之後咧再同大家確認一下呢個消息啦。嗱，咁跟住咧就係開始咧講下其他嘅路線啦，因為咧跟住落嚟嘅路線咧就係由呢一個北京嘅其他嘅路線。咁啊 G18到28咧就係京哈高鐵嘅101到28。咁啊 G101次咧就係 G101次去到 G126次咧就係由黑龍江係入北京嘅。
咁啊就係呢一個嘅哈爾濱咧就會有4隊，跟住齊齊哈爾咧就會有3隊嘅列車，然之後丹江咧就有到丹，即係牡丹江啊，就有1隊嘅車啦，跟住七台河咧，七台河就會有1隊嘅車啦，然之後咧就會暫時咧就有6個號碼咧係空號嘅，即係未有班次啦，可能未來咧就會加班嘅啦。然之後咧，吉林進即係吉林入北京咧，就係 G127到143次。咁啊，當中咧就係長春咧就係會有3隊啦，吉林咧都係會有3隊嘅列車嘅。然之後咧，延吉西咧呢一度就會有1隊嘅列車。最後咧就係長白山咧就會有1.5隊嘅列車嘅。咁我頭先講過嗰啲5隊，即係0.5隊嗰啲車咧，就係點解咧？就係嗰啲車咧係去完一個方向之後咧，第二日先至開翻回程嘅班次嘅，就係咁啦。咁啊，然之後咧，G144咧就係冇 number 嘅。咁我諗就係嗰啲咩幸運唔幸運嘅即係諗法啦。就其實我就唔冇咩所謂嘅呢啲，不過上面就好所謂呢個4字啦。咁然之後咧就係 G145到147次啦，就係由遼寧咧嗰邊嘅開翻去北京嘅。咁當中咧就有瀋陽咧去呢一個北京就有6隊嘅列車啦，大連咧去北京咧就有4隊嘅列車嘅。咁當中咧全部都係即係開翻出嚟啦，以前係有跟住取消咗，而家咧再開翻咁樣嘅。咁跟住咧就係呢一個嘅丹東咧就會有1隊嘅車咧係開翻去北京嘅。昆明去上海咧就係開始咧進入咗呢個 G28次啦。咁啊 G201到38次咧就係俾呢一個滬昆高鐵嘅，即係由昆明去到上海嘅班次啦。當中咧 G201到202咧就係呢一個昆明去上海嘅。咁啊，然之後咧就係 G203到208次咧就係貴陽去上海，就途經南京嘅。咁啊呢度咧就應該係有3隊嘅列車，跟住咧就係 G219、222次，就係由張家界咧係開往上海嘅，咁就會有1隊嘅班次啦。跟住咧就係呢一個湖南去長沙角啦，長三角咁就會係有 G223到236次啦，跟住就會有 G265至268次嘅。就部分咧就係有啲係復用嘅車次啦，即係重新開用啦。咁啊，然之後咧就係 G237到240次咧，就係由成都開往上海啦。G241到244咧就係重慶開往上海。然之後咧又有 G245到254次啊，咁就係由廣東咧去上海嘅，咁就行京滬高鐵。咁分別咧就有2隊咧就係由廣州南啦，應該係廣州南出發，而2隊咧就會係由湛江出發嘅。咁啊，我相信咧呢2隊湛江出發嘅車咧，就可能咧係用呢個湛江西嘅一個高鐵啊。咁啊，之後咧再同大家係確認一下。咁啊，跟住咧就係呢一個嘅G255到260次，就係由廈門咧開往上海嘅。呢度咧都係經過呢一個京滬高鐵啦。咁跟住咧就G261、262次，咁就會係由萍鄉開往上海啊。萍鄉呢個地方我都未聽過添，其實喺邊度嘅咧？咁啊，之後再同大家睇下啦。咁跟住咧就係 G263至264次係去南寧去上海嘅。咁啊，到最後咧就係200到300嘅路線就係咁嘅咯喎。咁啊，反而就冇咁多編號啊。咁啊，暫時都係200次咧嘅消息裏邊咧，就係有好多都係呢個滬昆高鐵嘅標杆車啦。咁都係按距離去編排嘅啫。咁啊，首先係昆明啦，跟住貴陽，然之後長沙咁樣嘅。咁暫時咧就係冇咩跟動啊。除咗呢個 number 改變之外，其他嗰啲次序其實都冇咩改動啊。呢個滬昆高鐵嘅 number。
咁跟住咧落嚟咧就係大家最熟悉、最搭得最多嘅京廣高鐵啦。嗱，咁我呢度咧就係有啲唔明嘅。咁呢個京廣高鐵你裏邊咧都有好多雙位數字嘅 number 啦。咁即係以熟行長就係 G79、G80次啊。跟住喺深圳同北京都有開嘅 G77去到 G82次啊。仲有好多好多嘅標杆咧去北京都係兩位數。但係點解今次嘅車次要改到係三位數咧？仲要排到咁後喎？誒，真係呢個頭痛。因為咧，你好似 G79、G80次咁樣嘅先算啦。你喺2013年調圖咗之後咧，就係落咗去深圳啦，一路去到而家。去到今年你要改到去三位數，仲要去到38打後。其實真係奇怪咗啲。不過就算啦，即係香即係香港啊、廣州、深圳啊，跟住京廣沿線嗰啲地方就好可惜啦，就失去咗呢一個雙位數字嘅高鐵編號啦。哦，冇辦法啦，呢個時代嘅演化。就而家開始講301到400次嘅車次。首先呢，就係 G301到306啦。呢一度咧就係香港、深圳、北京，即係香港、深圳、廣州南就會係每日開出一對嘅列車去北京西嘅。咁 G301到306次就呢一度三班就可能平均分配啦。就跟住咧就係G307到308咧就係由長沙南去北京西嘅。咁但係呢一度咧仲有啲唔確定，要留意一下啦。然之後咧就係 G309到312就係由北京即係南寧開往呢個北京西嘅。咁當中咧 G421、422次咧就係會係改到去呢一個嘅編號嗰個位置。然之後咧就係 G321到324次咧就係由成都開往北京啦，就經京廣高鐵啦。G329、G332次咧就係由重慶開往北京嘅。咁跟住咧就係 G333去到338次咧就係由南昌開往北京西。跟住 G339到350次咧就係由湖北開往北京嘅。咁當中咧武漢咧就會有4班啦，宜昌咧就會有一班，同埋荊州都會有一班嘅。跟住就會係 G351到352次咧，就係由蘭州開往北京；G353到356次咧，就係由銀川開往北京。咁當中咧一班嘅列車咧，即係一隊嘅列車咧，就會係途經呢一個慶陽嘅。咁然之後咧，G357到370次咧，就係由陝西開往北京咧，就會有兩隊係去延安，三隊咧係去西安嘅。然之後371到378次咧，就係由呢一個河南開往北京咧，當中咧就係鄭州咧就會有兩隊，洛陽咧都會有兩隊嘅列車。然之後咧就係 G379去到380次咧，就係由太原開往係北京西嘅。跟住落嚟咧就係講下一對香港有啲特別嘅車次啦。就係 G387、388咧，就係由武漢開往呢一個香港西九龍嘅。咁呢一班咧就係而家嗰個872同埋885，冇記錯啊，就係而家嗰一班由香港去北京嘅。咁然之後咧就係G389去到401次咧，呢一度咧就係包含咗呢一個武漢啦，可以開去呢一個嘅。部分咧就係包括包括埋呢一個嘅廣深珠城際嘅，即係廣珠城際呢一度咧就會包括埋呢一個嘅G389去到401次。咁好啦，呢一度咧就係38到去401次嘅一個number。大家等一等先，我有啲嘢調整一下。啊，WhatsApp 今日做咩突然間彈咁多消息俾我咧？嗯。
通知，唔要通知。好啦，調整完，咁啊，回歸應該就冇咩問題啦。咁啊，頭先講過呢一個最後嗰部分就係呢一個嘅 G389到401，就係珠海去到武漢嘅路線。咁啊，而家咧就講第一部分嘅最後嗰段啦，就係咧401去到係500。咁啊，而家咧就係 G403到406次咧，就係由蘭州去廣州嘅。咁啊，當中咧只係得一對嘅列車嘅啫。咁相信咧就涉及到一啲嘅掉頭啦。然之後咧就係 G407到408次就係由太原開往深圳嘅。咁啊，大家可以對應呢一度咧就可以對應翻而家嘅車次啊。咁跟住咧就係呢一個嘅 G409去到412咧，就係呢一個濟南開往廣州嘅，當中咧係由濟南東去出發啦，就係由一班嘅列車去營運嘅。咁跟住咧就係 G413到414次，就係由呢一個廣州去青島。咁啊，唔好彩啦，大家如果係想由青島搭去香港嘅話咧，就應該今年咧就未必有呢一班嘅車嘅。咁跟住咧就係呢一個451到462次咧，就係呢一個上海去武漢。咁呢度咧就會有三對嘅列車。然之後咧，蘭州去上海咧就會用 G463到466次嘅，就呢一度咧會有一對嘅列車啦。最後咧就係由大同去上海，呢一度咧就係會用 G467到470次啦。好啦，呢一個總體咧，G18到即係 G1到500次嘅列車嘅編排咧就係咁樣。咁啊，其實咧我呢度咧就係有留咗一部分嘅列車就會講呢一個嘅，即係留咗一個區段咧，就係 G383到386次啦。咁啊，其實唔使講，大家都知噶啦。如果有收到消息，就係其實咧係呢一班次咧就係香港去上海嘅，就係新車嚟嘅。因為咧 G901、902次其實就係而家嘅 G99、G18C 啦。但係咧係今年嘅調圖嘅時候，即係今季嘅調圖嘅時候咧，係就會係開一班嘅列車咧，就係由上海去香港，咁係會途經呢一個嘅京滬高鐵啦、寧龍高鐵啦，同埋係京廣高鐵嘅。咁變相咧，南京同埋合肥咧，呢一度就會係第一次有呢一個嘅直達香港嘅列車。咁變咗大家咧係可以係選擇呢個走線啦。咁啊以我嘅諗法咧，就應該咧係呢一個暫時嚟講就應該係京廣去到武漢，然之後咧就然之後呢一個武漢咧去到上海呢一個嘅班次 G383到386次咧，就係會比較快一啲嘅。咁但係要等時間表出咗先知啦。咁呢個未有肯定啊。咁跟住咧就係整體嚟講咧，就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嘅係啦。整體跟住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嘅規律啦。咁啊，同以上嘅數據咧，即係頭先講咗一大段嘅嘢咧，就會係見到 G18到150呢一個區段咧，就係每一個路線咧都會有自己嘅一個嘅 number 嘅。咁啊，然之後咧就係同一個區段，即係 G1到100、100到200咁樣咧，就會係按呢一個距離咧嚟到排序嘅。根據嘅線路距離咧越長，即係個長度越長啦，嗰個發車嗰個 number 咧就越細。咁啊咁樣編排嘅而家係。然之後咧，如果係同時即係有一啲嘅區段咧，就會係同時佔據多個路線嘅，例如話係京廣啦，即係例如話就係滬廣，即係廣州去上海咧就會用滬昆嘅號段嘅，即係 number 啦。咁然之後咧，京滬去京廣裏邊咧，去北京嘅方向嘅少，咁就會係到而家咧都係正常嘅，即係喺京廣嘅位置咧，number 越細就係入京，即係上北京咧，然之後慢慢係縮短，即係加大咁樣嘅。
啊，咁啊，其實就成個1G 到500次就係咁樣改咯，就係咁跟住就同大家係睇下留言先。啊，傾軒今次嘅 number 就今次嗰個聲音就應該係好清楚啲啦嘛。佢話雖然咧香港西九龍往來廈門到福州嘅列車都會改為東莞南站，咁樣將呢一個香港西九龍去深圳北抽出部分嘅車次延長去深圳北站、深圳坪山站。誒，呢個問題就係要涉及到底有冇咁多人搭呢一個嘅位置咧？咁啊，你講到就係話，即係而家咧就係因為啦最新嘅調圖，咁啊會係有呢一個 G919到926次啦，就係香港去福州同埋廈門咁樣嘅，就係會係途經呢一個廣汕高鐵嗰個位置，咁啊變咗咧唔使掉頭，咁就呢度咧就會抽走咗4對嘅列車，就會係唔經呢一個誒杭福深廈門專線啦。咁呢一度咧就要留意一下點解咁樣做咧？咁啊呢一度除咗係直接可以行到350之外啦，咁跟住咧就係會係深圳北到即係香港去到深圳坪山咧，哇！香港去到深圳坪山咧，其實呢一段嘅高鐵咧係我留意過咧個客量咧係冇咁多嘅，即係當然呢個官方數字咧我就唔肯定。咁但係咧，如果你要由香港去深圳坪山咧，其實有好多方法。你去到深圳之後轉地鐵啦，咁啊我諗仲方便過你坐高鐵咯。又或者你喺深圳北就轉高鐵去深圳坪山啦，都係一個嘅方法。咁但係由香港去深圳坪山呢一個嘅客量真係唔係咁多咯。以我嘅睇法啊，但係我唔知而家點啦，因為我始終就冇搭高鐵成，即係中國嘅高鐵咧，就差唔多3個月啦。咁啊，Hello 啊，Andrew 同埋 Hi 7221。咁啊，10點半，即係我而家嘅時間就10點半啦，就係呢一個大家嘅6點半。咁啊，而家同大家傾下偈先啦。咁啊，一陣間先再同大家繼續係講下其他啦。咁啊，大家有冇去到深圳地鐵開通嗰個位置啊？今日係聽講開咗幾條路線添喎。我睇下入唔入到先啊。誒，入到喎。有冇地鐵圖咧？呢個應該有嘅。誒，有啦。好，咁我哋咧係講之前，即係講下啲通車嘅位置啦。今日係開通咗13號線啦。我知道最即係比較著名啦，13號線咁就係去到上陸嘅，終於都咁啊。當中咧，西麗高鐵站當然係未搞掂啦。但係呢條13號線咧，終於都有啲用啦。因為以前咧淨係去到高新中嘅啫。今日只可以連接到2號線啊、11號線啊、1號線同埋9號線咁樣，而家咧就可以連接埋呢一個5號線啦，同埋係呢一個6號線嘅，咁就俾大家係喺深圳灣附近嘅居民咧係有更加快嘅方法咧係可以咧係上到去比較北啲嘅地方。咁然之後咧就係6號線支線咧就開通咗一個南延段嘅。咁而家咧就去到呢一個光明城嘅高鐵站啦，應該喺附近。咁跟住咧就係呢一個嘅11號線，就係開通咗呢一個嘅一個站啦，就係由呢一個
睇下先啊，復星，跟住呢個係咩？哇，唔記得咗添。咁總之咧，就係延伸到去呢一個紅蓮南、紅嶺南嘅站啦。咁啊，呢度咧就係開通咗一個嘅車站嘅延伸線啦。跟住咧就係5號線開到咧呢個大崎苑站。咁啊，哇，正啊！5號線呢一度就可以舒緩到2號線同埋1號線嘅客流量啦。咁啊，非常之好。然之後咧就係8號線啦，係開到埋呢一個嘅溪涌嘅車站，咁啊呢一度就有一個嘅車站嘅延伸線啦。16號線係咪都有延伸段呢？哦，唔係好肯定添呢個。即係睇翻我自己嘅消息先。咁啊，雖然我就暫時未去到，但係就大家如果有 share，即係感覺有啲咩嘅話，都可以 share 出嚟。誒、今日咧就係開。哦，有啦，我見到個消息啦，就係咧由呢一個5號線咧就係由呢個黃背嶺開去呢一個嘅大崎苑啦，呢一段延伸。然之後咧8號線咧就係由小梅沙開去溪涌啦，跟住11號線咧就係由呢一個嘅華強南開去呢個紅嶺南。咁同埋咧呢一個嘅13號線咧由呢個高新北係去上屋站。咦，但係點解呢度係咪之前開通咗咧？但我 miss 咗一啲嘢，咁啊，令到咧而家深圳地鐵嗰個里程咧，終於去到634.5公里啦。咁啊，車站咧就超過440個。哇！真係，哇！深圳440個地鐵站真係黐線。有冇可能一日之內搭晒所有嘅地鐵站咧？其實應該都差唔多冇可能。咁啊，頭先講嗰啲都係官方消息啊。Hello，Samuel Wong 190。咁啊，12月28號係國內高鐵嘅通車黃道吉日。咁啊，即係呢個，即係每年都係咁噶啦，即係每幾年都係咁，每隔幾年就會有12月28號開通路線嘅一個位置嘅日子就係12月28號。好啦，呢一個傾偈深圳地鐵咧就到呢度。咁啊，大家一陣間都可以繼續係留言話俾我聽。咁啊，你個感覺係點咧？你有冇去過呢一個頭班車，又或者係跟住落嚟咧？你會唔會去嘅？咁啊，記住啦，而家係深圳地鐵超過400個地鐵站，真係搭到人都癲。咁好啦，而家咧就開始講呢一個最近通車嘅誒廣站同埋咧呢一個汕頭南去汕頭嘅聯絡先。咁啊，首先咧嚟到講下呢一個嘅汕頭去汕頭南啦。咁啊，呢個就起咗好耐。咁起咩咧？就係起海麗隧道。咁啊，係呢一段嘅。咁啊，而家咧就正式開通咗啦。咁啊，亦都係試行咗一段時間。咁啊，根據翻12306嘅一個班次啦，喺嚟緊嘅時間咧，就應該係會有一啲嘅臨客嘅列車咧，係由呢一個深圳去汕頭站，就會係經呢一個汕高鐵嘅。咁啊，而家咧係去到睇下嗰個班次先。我呢個咧就會用手機版嘅12306。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用翻相關嘅軟件啦，或者係網上邊都可以見到噶啦。咁啊，有啦。咁咧就係會有跳山橋嘅。咦？
我係咪睇錯啲嘢？哦，唔係唔係，唔係今晚嘅黐線，我睇錯咗今日，應該係聽日。好啦好啦，翻嚟先，咁啊就會有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咁啊基本上就七隊嘅車啦，咁就係由呢個深圳延長到去汕頭，就經呢一個嘅汕汕高鐵嘅。咁但係咧，以前嘅終點站汕頭南咧，而家就少咗啲班次喎，就係我諗得翻兩班嘅列車係經過汕頭南，就真係就突然間少咗好多車係經過呢個汕頭南，即係停靠呢個汕頭南啦。咁啊，呢一個最快嘅一班咧係2小時8分鐘啊，咁就係呢一個嘅誒 D7380同埋咧係呢一個 G6408次嘅列車咧，就係最快咧係去到呢個嘅，哦唔係喎，黐線，撳錯掣添，瀨嘢。嗱，重新講多次啊，即係而家咧係會有 rap 一下先，呢個突然間講錯好多嘢，一二三四五六，由呢一個汕頭去深圳咧，就會有6班嘅列車經過呢個汕汕高鐵嘅聯絡線。咁然之後咧，就係咧由深圳去汕頭咧，就係會有都係6班嘅列車咧，就係經過呢個汕汕高鐵嘅。咁當然啦，嗰班嘅 D 字頭列車咧就仲未取消，咁啊仲可以咧喺深圳嗰度係搭呢個嘅車，係經過呢一個杭福深客運專線係去呢一個嘅汕頭嘅。咁啊呢班 D 字頭咧仲未取消嘅。咁然之後咧就係最快嘅列車咧就係用1個鐘頭39分鐘咧就係由深圳去汕頭，就直達列車嚟嘅。咁就由深圳去汕頭咧就係4點50分咧嘅 G6490，咁啊去到汕頭咧就係6點半。咁然之後咧喺呢個汕頭去呢一個深圳嘅時間咧最快咧嗰班就係 G6427，就係朝頭早10點35分，開去深圳，咁就係去到深圳咧就係12點3嘅，就係咁啦。咁啊6隊嘅列車，咁就當中呢1隊咧就係標杆嘅列車嚟嘅，就唔停所有嘅車站。咁以前嘅汕頭南終點站咧，就而家得翻2隊嘅列車會停靠嘅啫。咁其他咧都係有一啲嘅列車就停啦，有一啲列車就唔停啦。呢一段嘅路段，咁啊之前汕汕高鐵咧都同大家講過，咁啊主要咧都係汕頭南去汕頭呢個聯絡線開通咗啦，咁啊變咗咧列車咧終於都唔使掉頭就可以咧翻去汕尾。咁當然咧之後都有好多嘅列車咧都應該會繼續用翻呢一個潮汕嘅聯絡線。咁啊大家到時即係個調圖係點樣咧，到時先會知道啦。咁啊，跟住嚟講咧，就係講呢一個嘅湛江北啦。咁啊，非常之好嘅一條高鐵啦，超級水魚號2.0。因為咧呢一個嘅廣州去湛江呢一段嘅鐵路咧，咁啊正常咧都成日俾人叫做呢一個嘅水魚號啦。咁然之後香港去湛江嗰一個嘅列車咧，就俾人講超級水魚號啦。咁而家咧開咗一個超級水魚號2.0啦。咁啊呢一個嘅2.0，咁呢個2.0咧就非常之好笑啦。咁啊，但係咧，對於大家想試下呢一個嘅廣湛高鐵嚟講咧，就嚟緊12月31號啦，去到1月1號咧，就會有一啲嘅臨客列車啊。係啦，就會有一啲嘅臨客列車喺深圳同埋係湛江北分別開出啦，咁就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時間點啦。就係
喺呢一個嘅12306嘅系統入邊咧，我就係揾到3隊嘅列車，唔係喎，4隊喎，4隊嘅列車啊，喺呢一個嘅12月31號夜晚7點半，跟住去到9點10分就會有4班嘅列車咧，係經過廣站高鐵咧落到嚟深圳，咁就可以俾大家一個時間嘅參考啦。就係最快嘅車咧，就係 G9536次，咁啊8點鐘去到夜晚11點28分去到深圳嘅，咁就係最快嗰一班嘅列車嚟嘅，行車時間就係3個鐘頭28分鐘。咁啊會經過啲咩車站呢？呢一班嘅車就會係經過呢一個湛江北、茂名南，然之後咧就會直接去到呢個廣州白雲噶啦。咁但係呢度咧就要用23分鐘咧嚟到掉頭。咁然之後咧，下一個站咧就已經係東莞啦。呢一度咧就係會經過廣深城際，咁最後咧就係去到11點28分咧，呢個夜晚啦就係去到深圳嘅。咁啊，最快嘅列車，咁而最慢嘅列車咧就係呢一個 G9540啦。G9540咧就係9536嘅下一班就喺8點半，夜晚8點半開嘅，喺湛江北開去深圳啦。咁呢一班咧就站停啊，喺呢一個嘅基本上站停啦，就會係經過呢一個嘅吳川啦，跟住茂名南啦，然之後咧就係陽江北，跟住新興南，去到咧廣州白雲站咧就係夜晚10點35分嘅，跟住用20分鐘左右嘅時間去掉頭啦。跟住下一站咧就係廣州新塘啦，即係新塘站，咁同埋咧係去到深圳個時間咧就係午夜12點19分啦。咁啊尾班車咧就喺夜晚9點10分咧就係去呢個深圳嘅，就係G9544次啦，就係3個小時46分鐘。咁啊去到深圳嘅時間咧已經係午夜，就已經係差唔多凌晨1點啦。咁所以咧呢班列車相信對大家冇咩吸引啦，但係如果你想係方便少少，但自己咧就可以揀12月31號朝頭早去到廣州搭去廣州北，然之後夜晚咧就搭翻落嚟深圳，咁啊要注意一下嗰個路口按個時間啦。如果你想翻落嚟香港，咁啊呢個要注意一下啦。咁跟住咧1月1號咧就會係凌晨嘅時間咧開出一啲嘅列車咧由深圳去湛江北嘅。咁啊，分別咧就喺開出3隊嘅列車，即係3班嘅列車，分別咧就喺0時45分啦、1點15分同埋1點42分咧就開嘅。咁首先講下呢一個最快嘅列車咧，就1點15分同埋1點42分嗰兩班嘅列車咧都係最快嘅，都係用3個鐘頭23分鐘嘅啫。咁啊，當中咧，首先講下呢一個，睇下有冇呢一個唔同嘅，冇停站嘅喎，冇停站分別。咁啊1點15分，即係1月1號朝頭早1點15分同埋1點42分嘅 G9546同埋 G9550去湛江北嗰班咧，就係冇停站嘅分別，都係咧兩班就係深圳直接去到廣州白雲站啦。然之後咧就廣州白雲站用15分鐘掉頭，跟住咧就會係直接飛到去茂名南嘅啦。咁然之後咧，到最後就係湛江北，分別咧就喺朝頭早4點38分同埋5點05分咧去到湛江北嘅。咁啊，咁仲有咧，另外嗰一班嘅 G9542，即係12點45分咧去到朝頭早4點06分嘅嗰班車咧，就係會係經呢一個廣州新塘嘅，喺1點33分，然之後咧就喺2點17分嘅時候到達呢一個嘅廣州白雲啦。咁啊，用3個字嘅時間去掉頭，咁跟住咧都同下面嗰兩班嘅車一樣，都係咧會係停呢一個茂名南，然之後咧先去到湛江北。咁啊，嗰個時間咧就喺朝頭早4點16分係去到噶啦。咁啊，呢一班咧就用多3分鐘嘅時間，就係停多咗個廣州新塘站啊。咁啊，呢度咧就係呢一個新年12月31號去到1月1號
嘅特別班次，咁啊只係限於呢兩日係開出嘅啫。咁我相信咧喺嚟緊咧都會係開一班嘅班次咧喺深圳嗰度去廣州去呢個湛江北噶啦，冇理由唔開啩。咁嗰個車費咧就係二等座330蚊人民幣啦，一等座511蚊人民幣，然之後商務座咧就係1131蚊人民幣。咁啊，呢度以上所講嘅臨客列車就係深圳去到湛江北咧，全部都係用智能復興號嚟到運行嘅。咁啊，如果大家想試下夜晚搭高鐵，又或者想試下智能復興號又唔怕夜去跨年嘅話咧，就可以試下呢一啲嘅班次啦。然之後咧就講翻正正常常啦，喺白雲站開去湛江北嘅一啲班次啦。廣州白雲站咁北，咁啊，按照翻呢一個10月29號啦，聽日嘅班次嚟講咧，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咁啊，基本上咧，我見到咧就係由呢一個朝頭早7點25分去到晚上9點半咧，都會有列車咧係由呢一個嘅廣州白雲站開去湛江北嘅。咁啊，最快嗰班咧就係呢一個嘅8點鐘，跟住咧就係唔係喎8點鐘呢一班，我1個半鐘頭最快啊！我記得1個半鐘頭係最快嘅，咁就係10點鐘嗰班咧，就係由廣州白雲開去呢個湛江北嘅班次咧，就會應該係最快嘅，就用1個半鐘頭咧就係可以直達到啦。然之後咧就每一個鐘頭嘅正點就會開一班咧，大約90分鐘去到嘅班次嘅。然之後咧就仲有一啲嘅班次咧就唔係呢一個正點，即係正點同埋30分開嗰班咧，就會係比較耐少少啦，用2個鐘頭嘅時間左右去到。咁啊，嗰個車費咧就大約247到280蚊人民幣啦，二等座嘅話。咁啊，呢一度咧就全部用呢一個智能復興號啦，當然就係為咗呢個350公里嘅時速路去行嘅。咁啊，我睇下有啲咩嘅停站嘅分別啦。最慢嗰班，譬如話2個鐘頭6分鐘咧，就係叫係停陽春東啦、陽江北啦、茂名南吳村呢幾個車站嘅。咁我對比一下呢一個嘅舊線同新線有啲咩個時間嘅出入先。咁啊，舊線大家都知道咧，就係用呢個大致上咧，都係用和諧號1A 啊、6A 啊嚟到行嘅，同埋咧就貴啦。佢始終咧係 C 字頭，但係都係出晒名貴，真係奇奇怪怪。呢一個站唔講，咁好彩咧，我有兩部電話帶咗過嚟，可以睇到兩邊。咦，湛江西係啦，哇，都要成185蚊喎，即係貴咗100蚊到。但係咧，我都冇添啊！有啲嘅班次249蚊人民幣喺廣州南去湛江西，哇！而家廣湛高鐵247蚊嘅喎，有啲班次仲平過呢一個水宇號喎，有冇搞錯啊？咁鬼貴嘅喂！即係以前淨係得呢一個水宇號咧，都唔覺呢個水宇號貴啊！而家出現啦呢一個嘅價錢，哇！真係〜呢個廣州白雲去呢一個湛江北，反而就係即係個性價比係高啲嘅喎，個時間仲要係快咗成個鐘喎。呢個
即係奇怪啊！即係呢個雖然你一個可以自由浮動嗰個票價啫，但係爭咁少我就真係，仲要有啲班次係貴過呢個廣湛高鐵，就真係可能係想焗啲人走去搭廣湛高鐵啦。嗰個時間，嗰個行車時間仲要快成個鐘喎，咁梗係走過去搭啦。嗱咁，但係咧就係有個好處啦，水與號就係喺廣州南站，就係而家就比較大一啲嘅一個樞紐站啦。咁但係當然咧，未來會唔會將個樞紐站搬去廣州白雲咧？呢個就另計啦，就唔係咁清楚。咁啊，咁即係水與號就快啲執咗笠佢啦，又或者大減價先至可以吸翻啲人過嚟嘅。如果唔係，我都會揀廣州白雲站。你由廣州南去到廣州白雲，你都係搭幾蚊地鐵啫。嗱，雖然呢一度咧嗰個時間就超過一個鐘噶，即係你就算搭2號線啊，咁啊都要即係差唔多一個鐘頭時間，你先去到廣州白雲站。咁呢一個咧就係比較差一啲嘅地方。咁但係如果要我揀，我自己都會喺廣州白雲站去。咁當然咧，就之後翻到嚟香港先至再同大家試到啦，真係唔好意思啊！突然間咧係嚟咗呢個倫敦，咁嗰個班次都廣湛高鐵嗰個班次都比較合理啲啊，即係我自己覺得係要我揀，我真係會揀呢一個嘅廣湛高鐵搭啦。咁當然啦，水與號我到而家都係未拍過啦，咁所以就水與號都會拍俾大家睇嘅之後，但係就之後嘅事啦。好啦，呢個嘅第二部分咧就講到嚟呢度，啱啱好咧就係大約半個鐘。咁而家咧就再同大家咧睇下有啲咩嘅留言。喂，好似暫時未有咁多留言喎。咁好啦，咁啊未有咁多留言咧，就趁住而家人少少，即係幾個人，咁啊就同大家咧嚟到講下我自己啦，對香港西九龍站喺今年咧2026年嘅調圖嘅時候會有啲咩新線嘅預測。咁啊，只係俾你哋睇嘅啫。咁啊，呢個新線預測咧，只係講香港西九龍站出去，即係出發嘅。咁當中咧就確認咗嘅新線咧，就有呢一個嘅香港去上海咧，就係經呢一個嘅京廣寧蓉同埋咧呢一個嘅京滬高鐵，就係去上海嘅班次 G383到386次。咁呢一度咧就係經過南京同埋合肥嘅。咁之後咧喺呢一個平日嘅時候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動卧嘅列車就只係限於星期五到星期一咧係開行嘅。但係咧，根據好多消息嘅預測咧，就係呢一個嘅 G895、896次咧，就會係比呢一個香港西九龍去上海嘅即係呢一個星期二到星期四嘅時間咧，係開出嘅動卧列車，咁啊，會係用翻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京廣高鐵去到南昌，然之後咧掉頭去嘅。咁啊，同而家嘅走線咧係好唔同啦。而家嘅動卧走線咧就係會經呢個杭福深校運專線係去呢個嘅上海。咁但係咧喺星期二、三、四咧就會用翻呢一個嘅京廣高鐵去嘅。咁啊喺南昌嘅位置咧係掉頭去上海。咁啊呢一度咧就係第二條嘅新線啦。我都唔知算唔算係第二條新線喺呢度。就係咁樣。咁好啦，咁啊呢一度咧就係可能係第一季確定咗嘅新線嘅一啲嘅預測。咁啊當然咧就係呢一個工作日嘅動畫咧就仲未公布，要去到嚟緊1月嘅時候先知啦。咁跟住咧就係講呢一個嘅廣東省啦。咁大家都知道廣湛高鐵開通咗啦嘛。咁啊我有理由懷疑咧呢個即係 G6047度。
60即係6045到6048次嘅超級水雨號咧，就會喺嚟緊今年咧係改到係去呢一個嘅湛江北嘅。咁呢一度咧就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個掉頭嘅問題都係維持住。咁啊，無論係用呢個廣州南又或者廣州白雲咧，兩個位置咧都係會掉頭噶啦。咁呢一度咧就仲有咧呢一個嘅超級水雨號咧，即係去呢個湛江北咧，就要係再途經埋呢一個嘅廣深城際嘅一啲路段添。咁就要留意一下啦。呢一度嗰個價錢咧，可能會比起而家嗰個水魚號咧再貴啲。我唔知會唔會再調整一下啦。咁啊，即係呢一個嘅水魚號就係會咁樣啦。即係咧，我而家預測咧就係會有一二三，即係最少有3條嘅新線啦。嗱，然之後咧長途嘅班次咧，咁就我諗下先，有啲咩嘅地方咧係多人去咧？咁例如話係，諗得到嘅都冇咩喎，即係要開一班，特登開一班咁樣。我諗就真係得幾班咯，即係而家個新線嘅預測就係水與號即係改道啦，又或者咧係加一班嘅列車喺香港西九龍經呢一個廣深城際同埋廣州高鐵去湛江北，就保留翻呢一個水與號喺廣州南嗰度去嘅。咁跟住咧就係平日嘅動卧列車咧就234開由香港去上海經聯昌，然之後咧就 G383到386次就係香港去上海經過呢一個京廣同埋呢一個誒滬，即係呢個武漢同去到上海經呢個合肥同埋南京咁樣。咁啊，跟住咧就係減價咩？廣站客專去呢一個，但係客運專線嗰度減價，但係即係擺到明係焗人走過去搭啦，即係你咁鬼快係咪先？即係扣1個鐘喎個行車時間。咁長程即係新線就仲有，當然啦係經過呢個廣汕高鐵去呢一個廈門同埋福州個幾班嘅列車啦。咁啊呢一度就會係2班 U 賽2班福州，即係南昌局噶啦，我估計。咁就係咁樣嘅消息啦。呢一個新線嘅預測啊，好啦，再同大家睇下留言。咁啊，有幾個人入咗嚟喎。咁啊，傾軒就問呢個，咦，佢 delete 咗嗰個留言啊？啱啱就睇你嗰個留言，你 delete 咗，OK，唔緊要。咁啊，睇其他留言先啦。減價呢一個嘅 DDB HK Production，Hello，係啊，1月26號實施第一季調圖啦。係啊係啊，我知啊，我知江站去到廣珠，喂，但係你減價都係得幾班減價去到185蚊嘅喎，其他嗰啲200幾蚊，會唔會唔合理啊？3個鐘頭嘅行車時間，呢個真係吐槽一下，真係搞錯啊！即係咧，廣州國搶錢就即係固然之係大家嘅認同啦，但係真係而家嗰個搶錢嗰個形象就具象化咗，即係現實化咗咁樣。
你對比起而家嗰個誒廣州白雲去湛江北嗰個價錢，真係不堪引導啊！即係我唔知係咪咁講啦吓，即係你個行車時間，譬如話我用一個鐘頭嘅差別啦，即係 C6975，哦唔係喎，用呢一班好啲，即係喺5點半開去湛江北，去到7點半嗰個嘅 G5247啦，同埋呢一個廣州南去湛江西，咁啊7點33分去到8點46分先到喎。嗱，但係咧嗰個價錢咧就即係呢一個嘅廣州白雲站去咧就係280蚊人民幣，但係你喺廣州南去咧都要288蚊人民幣喎。但係個時間咧就用呢一個廣州白雲站去湛江北咧，嗰個時間咧就仲比呢一個湛江西嘅位置咧早咗成個鐘90分鐘喎，早咗成，唔合理啊！真係係咯，即係廣站個性價比係好好多，我自己嘅覺得。但係你以前未開呢一個嘅誒廣湛高鐵之前咧，都冇預計過啊！即係我諗住係嗰個廣湛高鐵咧就300蚊樓上嘅，咁但係而家個定價咧就哇，真係變咗呢個水魚號就真係可以執笠嘅啦，真係冇人會搭嘅，除非真係要去江門啊，嗰啲位置咯。即係你去茂名啊，同埋湛江呢啲，即係走過去廣州白雲站搭仲好啦。咁跟住咧，你就話咧，廣州正線起好咗之後，可能得幾班車入廣州火車站，因為廣州站嘅月台太少，咁啊可以唔停嘅啫，入站可以唔停。咁你知啦，即係而家都開咗一啲嘅臨下列車就，新年嘅時候、跨年嘅時候就由深圳去呢一個湛江北啦。咁呢度可以唔停噶嘛？春運咁梗係調高個價錢好啦，係咪先？呢個春運多人搭啊嘛，嗱，但係講下即係講講春運就同大家講下呢個天氣啦，即係我諗今年大家喺香港咧，即係呢個係題外話嘅啫，但係就提下大家呢一個問題。我諗喺香港都冇咩經歷過一啲凍嘅天氣係嘛，大家好似我未聽過有寒冷天氣警告啦。即係我喺呢一度我都仲有係睇呢個香港嘅天氣嘅，嗰陣時咩10號風球、華加沙都有留意啦。咁但係今年好似仲未凍過，咁啊大鑊啦！咁就因為咧，我睇翻而家個天氣嗰個情況咧，就係正常咧喺西伯利亞嗰啲冷空氣咧，就係維持住比以往強添，即係嗰個囤積嘅情況。咁而家唔爆，去到咧，即係有句話就係冬天暖咧，就係呢個新年就好凍啊嘛。咁好似08年嘅情況，又或者16年嘅情況，咁就會出現啦。咁就大鑊啦。咁你諗下春運嘅時間先至嚟呢一個嘅雨雪天氣啊！咁呢度就真係，如果新年要翻去大陸嘅，就真係自求多福。因為嚟緊我睇翻呢個數值模式咧，都顯示到一啲嘅強烈寒潮啊，真係強烈寒潮落嚟噶啦。咁我諗真係大家準備即係唔好鬆懈啦，因為都非常之凍啊。你可以見到咧吓，即係雖然呢個長期模式啫，咁啊去到成1月11號都有成半個月嘅時間，但係你都可以留意到嗰個嘅趨勢啊，就係咁啦。佢歐中嘅趨勢就係話，即係嗰啲冷空氣咧，終於都要爆發落嚟。咁啊，即係去到全國大範圍嘅雨雪天氣，我諗就真係瀨嘢啊！春運先嚟，咁推算呢一個價錢，只係通車初期打9折，咁遲啲咧應該都會係，會唔會升啊？但係近排廣州局都好
好打折嘅喎，好多路線都有打折呢個情況。咁同埋咧，城市副中心站就改做係啊，改做北京通州站啊，我知啦。通州站就改咗名中倉站。哇，OK，呢個就真係到時即係再有機會去北京嘅時候先至去睇到呢一個位置。即係睇下先，哦，通州站就喺呢度。吓，哦，城市副中心站就係呢個。哦，都近喎，咁好。咁啊，跟住第四部分咧，就當然係即係傾完偈，咁啊，再嚟同大家講下調圖嘅消息啦。咁啊，調圖咗之後咧，而家係香港去呢一個大陸嘅 CRH2A 咧，就終於要退下火線。咁啊，都陪咗我哋幾年啦喎，2A 呢個嘅系列列車。咁啊，誒，以前咧就南昌局咧就會有兩隊嘅列車咧分別喺廈門同埋福州咧開落嚟呢一個嘅香港西九龍嘅。咁而家咧，終於要喺第一季調圖嘅時候咧，隨住呢一個 G919到926次係開通咧，應該咧我諗就會係取消晒3001到3008次嘅所有列車啦，就會係將呢啲列車調配去其他嘅路線行啦。咁變咗咧，到時咧就要喺香港搭 CRH2A 咧，就冇咁多嘅機會啦。但係以前咧，我哋記得啦，喺動樂嘅年代咧，D 字頭咧都開過一啲2E啦。咁啊，然之後咧，G3001到3004次咧就係 CRH2A 專用嘅列車嘅車次。咁但係而家咧就取消晒啦。咁以後咧就要去到深圳以北咧，即係先至可以去搭到呢啲嘅列車。咁啊，我之前咧就坐過一程咁多啊，喺呢個福田去香港西九龍站，就係坐呢個特登係揀呢一個 CRH2A 到頭位，睇下個感覺係點。但係咧，我嘅感覺就係話咧，坐到頭位啦，雖然係咁，但係咧 CRH2A 嘅感覺咧就係比其他嘅列車嗰個感覺咧係要好啊。咁啊，好可惜咧，就係將呢個列車係調走咗啦，真係慘，好頹啊！呢個咁好嘅列車，點解要走咧？你要保留翻一對啊嘛，反正你都係南昌局嘅班次，唔關廣州局嘅事。跟住咧，就仲有呢一個 Z99-18次升做呢一個垃圾桶，what？即係大大個問號出嚟。咁個時間表咧，我都有喺度嘅。呢一個嘅 D99、D18次咧，就係由上海南開去廣州白雲站啦。咁啊，對比翻而家 Z99-18次先。誒，讀錯就係上海。好，而家咧嘅 Z18次啦，我用 Z18次同埋 D18次嚟到做分別先。咦，而家就變咗日間嘅班次咯喎。嗱，以前咧，我哋搭 Z99、Z18次要過一晚夜噶嘛。咁啊，即係用 Z18次嚟講，就係夜晚6點14分係廣州白雲站開啦。然之後咧，去到第二朝先去到金華啊、杭州南啊同埋上海。咁啊，用16個鐘頭32分鐘啊嘛。咁但係咧，升咗做呢個垃圾桶之後咧，就快咗8個鐘頭。咁就改咗啦，喺朝頭早。林偉啊，唔係喎，係嘛？睇下先，我有冇睇錯時間表啊？吓，10點，我冇，搞錯，即係我黐線，即係純粹係升同啫。我睇錯咗個方向，唉，嚇死我真係。
咦？我唔係搞錯。咁啊，其實咧就冇咩大嘅跟動，係快咗少少嘅。升咗做垃圾桶之後就講下啦，就 D100次啊，多100次咧就係晏晝6點13分啦，同而家開出嘅時間一樣。咁啊，去到金華咧就係7點24分嘅，就7點30分開出啦，呢度冇分別。咁咧之後咧就係去到呢一個杭州南就係8點41分啦，而家咧都係8點41分。咁但係咧就早咗廿幾分鐘咧，去到10點24分咧就已經去到上海南站啦。咁啊呢個咧就快咗成廿零分鐘到啦，23分鐘。咁跟住 Z99又係點咧？Z99咧就會早，即係遲咗30分鐘左右嘅時間咧，喺晏晝5點43分咧喺上海南開出。咁啊而家咧就係 Z99咧就係5點19分嘅。咁啊，但係咧去到呢一個金華站咧嗰個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只係咧早一個時間咧就喺呢一個到達上海同埋喺上海出發咧就會係分別褪咗半個鐘頭啫。咁啊快咗半個鐘頭。咁但係咧就冇咗而家綠皮火車有嗰啲廚卡啦，真係落鑊炒嗰啲嘅飯，就變咗呢啲飯盒啦。咁啊，非常之可惜。唔知大家有冇搭過呢個 Z99 100次啊？唔係我係即係唔係啊？我睇嗰個時間表睇得太興奮啦，你知唔知啊？頭先我睇到咩上海南10點24分去到廣州白雲站6點13分咁樣，我睇錯咗方向啊！即係呢個搞笑啫，純粹真係搞笑，真係太過興奮啦！我見到個時間表，哇咁得意，喺廣州白雲即係開去呢個上海南用8個鐘頭，9.9去到5.3，即係5.9咁樣，黐線，傻咗啫！我純粹係即係而家跟正翻嘅，就係都係要過夜咁，但係即係去到上海同埋由上海出發咧，就褪咗半個鐘頭。係啊，紅燒鱸魚飯呢一個，即係去其他路線咯，唯有綠皮火車都唔知有冇添。呢啲咁嘅誒餐單，真係我就好可惜未有機會試99 100次，即係而家變咗個垃圾桶，真係可惜。誒，黃深線動車 D377 378就會係華東段改線，係啊係啊，合肥南京進港車講咗啦頭先，唉，唔開心咯，即係未有機會試過 Z99 100次，真係而家又唔喺香港呢邊。咁其實今年咧仲有好多嘅即係今次調圖仲有好多星統啦。咁啊，上海南去長沙啊，漢口去寧波啦，漢口去杭州啦，上海南去漢口啦，上海南去重慶北啦，鄭州去廈門北啦。咁呢啲都係會升做垃圾桶嘅，即係唉，越嚟越少嗰啲綠皮火車啊。咁話就話佢哋年代久遠，唔係好啱而家嘅社會啫。但係即係你以呢一個車票同埋一啲市民，即係有陣時有啲人真係冇咩，即係窮就係要靠呢啲咁嘅綠皮火車去到出行噶啦。咁你而家全部升晒數，動車個價錢都升咗1倍，咁但係個時間又唔係爭好遠啊，都係時代嘅進步啦。即係但係嗰個人民嗰個生活水平就心照，唔係講得咁多噶啦。好啦，咁啊，湛港湛港 G 819 820去到湛江北，係咯。
啊，唔係呢個上海，呢個上海廣州係啊係呢個班次係會延伸，我知。咁跟住落嚟，下一次1月11號嗰個直播先至係同大家係再講呢啲咁嘅時間表調整噶嘛，因為嗰個就到時咧就係呢一個調圖嘅列，即係1月26號調圖啊嘛，咁你褪翻15日就係1月11號啦，就啱啱好咧就係呢一個嘅禮拜日，亦都係呢一個應該就係可以賣到第一季調圖嘅一啲車飛嘅日子。咁啊，到時咧再同大家係講詳細嚟講嘅一啲嘅誒香港西九龍嘅班次調整啦，廣東省啊同埋內地省份嘅一啲高鐵時間表調整啦。咁到時先會有一個詳細嘅圖畫俾大家睇，而家都係幻象嚟嘅啫，其實。哇！青島去香港西九龍呢班車真係講咗成年，而家先開。咁同埋咁，但係呢班車可能坐飛機會快過你喎，即係冇咩性價比啫喎。呢班車好似即係呢班車都係深圳北延伸落嚟㗎啦，睇到個款都係。不過呢個真係講咗成年。好啦，咁啊，而家嘅時間咧就夜晚，應該係香港時間夜晚7點4啦，係嘛？咁啊，我哋應該喺12月31號會再有一個直播，就同大家去倒數啊、跨年啊。但係呢啲嗰個直播咧就係玩遊戲嘅啫。咁啊，嚟緊個直播安排咧就係12月31號啦。咁就應該香港時間夜晚10點鐘啊，即係英國就係2點鐘啦晏晝。咁啊就會同大家玩 SCR 啦、BR 啊嗰啲遊戲去一齊倒數，然之後咧到我去到倒數啊。啊，真係好啦！而家可以經歷2次倒數，呢個嘅好處就係咁啦。一日裏邊可以用多啲時間，咁然之後咧，12月31號之後咧，就會係去到1月11號咧嘅晏晝6點，禮拜日嚟嘅，就係同大家係大大範圍講第一季調圖。Samuel Wong 咧就話垃圾桶或者其他動車可能重現餐單，如果有需求。我呢個就佢就算重現餐單都係用飯盒咯，我覺得。但係冇咗，即係因為你綠皮火車可以落鑊炒嘛，你有鑊氣噶嘛。即係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我做廚師噶嘛，即係你有鑊氣嘅食物同埋你個飯盒爭好遠嘅嗰啲味道，其實嗱，第一你炒嗰陣時你係有感情噶嘛，係咪先？你真係可以見到個廚師點樣炒，叫佢點樣調整，你可以即時做到呢啲咁嘅嘢。但係你轉咗個飯盒之後，就固定咗嗰個嘅即係份量同埋嗰個嘅飯盒嗰個需求噶咯喎，冇咗人情味噶啦，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而家可以叫佢喂多啲豉油、多啲鹽、多啲糖咁樣，你可以即時叫佢炒嘛，啱翻你嗰個口味啊嘛。而家就唔係統一，爭好遠噶嗰啲食物。唉，預製飯咯，係咯，嘥真係嘥咗，真係越嚟越少噶啦。而家嚟緊嗰啲綠皮火車，即係退役又或者係調去其他嘅地方去開咁啊，越嚟越少噶啦。對於呢啲第一線嘅城市，廣州、深圳咁樣，跟住係咯，同埋越嚟越係遠離呢個市中心，更加少人去搭綠皮火車，就更快咧係取消晒所有嘅綠皮火車嘅直接會。因為你唔方便啊嘛。東北三省長途車唔會換桶，咁啊嗰啲地方而家我記得垃圾桶而家除咗係拉薩嗰邊係有呢個內涵型之外咧，其他好似未有喎，係咪啊？所以唔換桶都合理嘅喎，我覺得。定係嗰邊係仲係用緊柴油火車啊？我唔係好唔清楚啊呢度，你可唔可以提供一啲消息咧？你而家都係電氣化咗，但係
上海局，我搭我搭過一次頭等座啦，即係搭京滬高鐵咁啊，南京去上海坐食過一次嘅，都誒廣州局其實都要睇下邊度嘅，其實因為咧喺廣深情際嗰度食嗰個煲仔飯咧，其實係 OK 噶嗰個味道，嗰個煲仔飯唔錯，都係一啲過例啦，唔取消，即係唉。即係你明唔明白？即係越即係除即係呢一個嘅普速火車越嚟越遠離嗰個市中心咧，咁你啲人咪唔搭咯，因為遠啊嘛。你電氣化咗，即係你用咗呢個垃圾桶啊嘛，已經可以行啦。嗰度都有垃圾桶噶，不過雙動力啫嘛，即係柴電咁樣，係咯，我明白。即係我希望有生之年咧，仲可以體驗到呢個綠皮火車，即係我會翻嚟香港，到時咧再體驗呢一個綠皮火車，真係要啦，即係。但係有冇話而家嗰隻 CR20J 幾時出啊？即係我見佢試咗好耐啦。垃圾桶列車唔適合行超過2000公里嘅路程，唔係嘅話我就會死火。嘿，5033啫，冇咩事嘅。即係座位自動加熱服務，驚你凍啊嘛，你明唔明啊？Hello，Friendy，但係我哋嘅直播就嚟完啦，即係你可以睇翻重播嘅。我哋今日都講咗好多有關呢個車次安排啦，跟住汕頭同埋廣湛高鐵嘅一啲討論啦，然之後我自己對呢一個今年嘅新線預測，咁啊都有好多好多嘅季節，你可以睇翻呢個重播嘅。即係今日個調圖直播係都幾多人睇啊！我都即係你哋嘅睇咧，就係我去做呢個直播嘅一個嘅諗法啦。當然啦，而家嚟緊都會繼續做啦，梗係因為我自己對呢一個即係時間表調整都有一個，即係我自己係第一個人走出嚟咁樣同大家講呢個時間表調整，真係。其實有好多嘢，有好多消息都係未確定，但係我希望咧就係將呢一個第一手收到嘅資訊同大家公布，咁就係再同大家係去講翻呢個事實啦。嗯，係啊，綠皮火車逐步消失，滬昆上海到杭州段可能復速350，咁啊正常嘅，即係你而家速度行先啊嘛，一定係350噶啦，遲早嘅事，因為你 CR400你都就嚟出，即係450你都就嚟可以行到啦。但係你如果450行到400嘅話咧，咁你嗰個鐵路嘅維護成本咧就會高咯，再提升咁啊，有啲問題噶啦。咁當然啦，呢個我哋中國嗰個以呢一個即係人民為先嘅鐵路，咁啊當然係可以唔計成本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以一個平價少少嘅車飛，俾更加多人去享用呢個鐵路服務，去到更加多嘅城市，係咪先？好事係啊，我都覺得，但係你會唔會用呢一個 CR300嚟行呢？你而家用300嚟行噶嘛？廣州東去，即係香港西九龍去廣州東，同埋你諗下，你要喺廣州白雲站去掉頭喎，你有冇咁多位啊？雖然廣州白雲站係
係個大站同埋有好多月台啫。但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最多有一對咯，開一班咯，唔會開晒嘅，即係唔會將全部廣州東嘅列車懟晒過去站嗰班，一定唔會。因為你如果去到即係將呢一個嘅香港西九龍去廣州東嘅車全部放晒過去站嗰班咧，咁就有一個問題啦。因為而家香港去廣州咧係用呢個短途嘅收費嚟到定價噶嘛，咁你如果去延長到去站嗰班嘅話，就會係變咗做呢個長途嘅車程噶咯喎。咁個車費可能會有少少改動都唔定噶喎，係咪先？雖然我呢個都係幻想嚟嘅啫。好啦，咁啊夜晚7點半，咁啊同大家直播咗1個鐘頭，咁啊而家咧我英國時間都去到11點半啦。咁啊之前咧都同大家講過啦，我嚟緊會有一個新嘅系列啦。咁啊呢個新系列咧就係會同大家咧介紹呢一個我會咧係用一日嘅時間，不過咧就出片咧當然係1個月啦，每個禮拜出一條啦，即係每個禮拜出一條嘅片，就係會介紹咧呢一個 London Paddington 去到 Reading 之間嘅4條支線啊，GWR 就係喺呢個 Twyford 去 Henley-on-Thames 啦，跟住呢一個嘅 Maidenhead 去到 Bournemouth 同 Marlow，然之後咧 Slough 去 Windsor and Eton Central，同埋咧 West Ealing 去 Greenford，呢4條支線會逐一介紹。咁啊，每個禮拜出一條片啊，喺1月嘅時候就會開始出噶啦。咁我而家嘅計劃咧就係1月17號嗰陣時，應該話係禮拜六嘅片集嘅，即係1月17號咧嘅開始，跟住每個禮拜咧就會出一條呢一啲嘅系列。咁就主要同大家介紹佢哋嘅車站嘅設備啦，跟住列車啊，我自己嘅乘車體驗啦，咁啊，同埋咧會介紹一張比較特別嘅車飛啊，咁啊可以咧適用晒呢一幅圖入邊所有嘅範圍，咁啊希望咧大家到時多多支持啊！咁其實再睇翻一啲嘅留言啦，而家咁啊，Fendi 就話咧。就話而家做咗柴油機車去拖綠皮車廂嘛，咁其實仲有一啲嘅路線係未有電氣化，咁嗰啲路線咧都係會用呢一個柴油嘅機車去到拖嘅，咁但係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因為而家你逐步電氣化，跟住逐步用呢個垃圾桶去取代呢個綠皮貨車咁樣嘅，哇好少噶啦，而家柴油機車去拖呢個綠皮貨車真係好少，唔使廣州站正線就可以直接入格站，我知。係啊係啊，Thomas Sales，哦係啊，東風四同埋東風四必拖25G啊，哦咁得意。好啦，咁啊，今日嘅節目咧就嚟到呢度啦，真係好多謝大家1個半鐘頭以嚟嘅支持。咁如果咧大家未睇即係未詳細了解呢一個嘅調圖直播咧，都可以係睇翻重播啦。咁我哋咧喺1月11號嘅時候，仲會有一個嘅調圖直播。咁啊。但係咧喺調圖直播之前就12月31號同大家倒數嘅，咁今日嘅直播咧真係去到呢度啦，1個半鐘頭準時收工啦，我哋咧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咁啊走之前記得撳個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啊下一集12月31號嘅夜晚10點鐘香港時間再同大家見面，拜拜，拜拜啦各位，拜拜，再見。